大家好，我係 Kitty。今日煲呢個係羊肚菌黨參螺片湯，一個好經典粵式嘅湯水，味道鮮美，功效比較溫和，合一家大細秋冬季節飲就好啦。我呢個買咗個湯包，因為我屋企人多，咁我加咗啲材料。見到橙色圈住嗰啲材料就係我自己添加落去嘅材料，加多咗淮山、豬展肉、3個螺頭片、薑片、紅蘿蔔、佛手瓜。呢個就額外加嘅螺頭片。呢個鹽呢，你洗嘅時候呢，唔好掉咗佢，因為呢個螺頭片呢，對耳水唔平衡係有功效嘅。因為而家我哋煲啲湯水盡量唔用咁長時間去煲。咁呢個螺頭片因為比較硬身，我哋先前一晚洗乾淨，浸佢2個鐘頭，跟住啲浸嘅水唔好要，換咗第2次清水再浸，擺落去冰箱，第日攞返出嚟就可以愛嚟煲湯。螺頭片有啲腥味，所以我哋加一片薑。淮山片清洗咗之後浸半個鐘頭。豬展肉冷水下鍋，連薑蔥出水。紅蘿蔔洗乾淨去皮切大件。佛手瓜洗乾淨去皮切大件。黨參、蓮子、龍眼肉、紅棗洗乾淨，紅棗去核。羊肚菌快速沖洗一下，主要沖走表面嘅灰塵。用大約40度嘅溫水浸20至30分鐘，變軟咗之後撈起。浸羊肚菌嘅水唔好倒，但下底可能有沙。等沉澱咗之後，上層清澈部分嘅水可以用嚟煲湯。蟲草花洗乾淨，鍋中加入浸羊肚菌同埋螺頭嘅水，連同清水，一共3.5公升。如果你少人飲嘅話呢，2.5公升就夠噶啦。咁呢就可以用翻湯包嘅份量，適量加佛手瓜、紅蘿蔔、1片薑同埋豬展肉。我呢個係7至8人嘅湯水，咁我喺屏幕下底呢打晒嗰個份量噶啦，你哋可以參考一下，自己調節一下。鍋中加入浸羊肚菌同埋螺頭嘅水，連同清水，一共3.5公升。加入1嘅材料，大火煲開，轉小火1個小時30分鐘。最後1個小時加入2號紅蘿蔔。最後45分鐘加入3號佛手瓜。最後30分鐘加入4號羊肚菌、蟲草花。繼續煲。最後加鹽調味就可以啦。點解煲湯材料會有先後次序？因為我哋要兼顧埋個質感同埋營養。如果你覺得咁樣樣係好麻煩嘅話，平衡翻個時間，咁就建議喺最後嘅1個小時加入紅蘿蔔、佛手瓜、羊肚菌同埋蟲草花，咁之後加鹽調味就可以啦。個人認為分段加入材料係比較理想。中醫認為純粹藥材同埋海味會比較偏寒或者係偏膩，咁呢個加咗少少豬展肉就令到個湯更加順口溫和，冇咁容易傷到脾胃，適合更多人飲用。所以我哋平時話飲湯水，其實呢個都係食補嘅一部分。煲出嚟嘅湯好清甜啊！你睇下呢個畫面，個湯水幾清，呢個湯好好飲，連煲湯嘅材料都差唔多清晒，好好味。可能啲材料呢，互相嘅味道呢，大家都俾到對方。我哋呢個份量呢，7人飲啦，第2日仲可以飲多一餐，只係足夠4個人份量。我哋廣東人好中意飲呢一類嘅家常湯，希望你都中意我呢個介紹。我係 Kitty，下次再見。